打送，打爽。想问是不是有点色色的？不能啊！耶！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汉语班享受哦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字，叫做打，打人的打。游戏规则：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口語同客家詩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嘅用法同意思，現在題就第一分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輕鬆哦。好，来第一题，打麦，我觉得很像日文。打麦，是吗？是打麦。你看得懂吗？打麦，脉搏的脉这样，通常是脉搏或是中央山脉那个 nerve 吗？那个哦麦。哎，这对他太难了吧？中文字我已经看不懂啊，怎么去猜客语啊？打好 relationship， 打好关系。我这是按摩，经络按摩，是打脉，你的脉搏在这里，打脉。要生成那个油精还是打麦？这个卖一个罐头，卖个罐头，没有，那你想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卖个罐子，子，卖个罐子。我懂了。哦，这样子而已对对，哦。卖个关子这样。好，我们从教客语变成教中文、教华文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依照惯例，我们会有提示。等一下，有关系。是不是把脉呀？看病打麦，监听心跳。我这个很跟打疫苗，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答案是把脉。监听心跳，我们可以算接近吗？这样也算是监听监听心跳，好，算接近的好不好？耶！打骂。打骂，对，接下来进入第二题。哇，这个打送，打爽。想问是不是有点色色的？不能啊！就是享受。我觉得运动很接近耶。我觉得字面上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。字面上对，参考提示。哦 ，OK。预饭团，而且又有海苔，6折，打折爽啦，好爽哦！就写了一个类似的，但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是杀价，打爽其实是浪费的意思。哎，哪来的意思？客语的打送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思路，就是打是买的意思，然后打爽就是买爽。那你买一个爽，是不是就浪费？哦，怎么这么浪费？天哪，这个要跑到另外一层去想。打送。大送，好，下一个这是不是很常见啊？很长，打嘴鼓超长。很像情侣在吵架哦。对啊一起来对不对一起打嘴鼓一下，就是 couple 吵架。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比把这个哎哇！哎，他的这个嘴骨哎，嘴鼓哦，真的。对嘴骨，教育不要为了你改哎，因为你才是标准答案对嘛？有人答对吗？没有人答对。我们有提示。啊！这个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这个。亲亲，樱桃小嘴，喝一口，一起来打嘴鼓。对，小酌一下。我想这是聊天吧，因为你2个杯子就是边喝茶边聊天。我觉得璀璨太厉害了，恭喜璀璨答对！为什么我们会放茶杯？就是因为通常客家人在打嘴鼓的时候都需要有茶，我们常会说是茶打嘴鼓，就是喝茶聊天。打嘴鼓，打嘴鼓，最后一题，打眼，拐，走路拐到那个拐，哦，拐，上一题的逻辑就是嘴就是聊天，对，眼，把妹，我的应该是比较放电抛媚眼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直接放电了。我是看你是直接放电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哎呀，你不要抽象一点，等或就是等到变老那种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好因为有人答对了。答案是谁？你，关关，是我吗恭喜关关答对了。我只是把妹了，你是直接放电了。大念怪。大念怪，好，那我现在想要请大家示范一次大念怪的表情。打眼，拐，好丑。
等一下，这个我还是不懂，这个眼神是要干嘛的？抛媚眼，抛媚眼，你在夜店。绝对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不会啊，我们就错了。你那个垂下来，你现在在夜店，然后看到喜欢的帅哥来了，帅哥，就这样而已啊。眼睛要眼拐眼睛已经就是这样。啊，文化就是美国的 star 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分数结算出来了，我们恭喜今天的最高分是关关。接下来恭喜我们的课语我不熟，就是我们的 CCY。牙下港瘾。可是不同地方的语言版就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我觉得我反而会用我的那个逻辑去思考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跳脱那个逻辑。因为你出题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啊。我们下次来做这个单元系列。等一下，交换位置嘛，对。